各位同學，又到咗神秘老師講故事嘅時間啦。今日我要為大家介紹嘅一本書叫做《10分鐘愛上數學》。呢本書裏面分咗19個單元去介紹一啲數學嘅知識。故事嘅主角比利會帶大家由淺入深咁樣去探索一啲數學嘅奧秘。一開始嘅時候，比利就帶大家走進數字王國，認識整數。相信大家都認識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呢啲就係整數啦。喺整數當中，我哋亦可以再細分為奇數同埋偶數。頭先我講嗰啲數字，通常我哋都係用阿拉伯數字嚟表示嘅。阿拉伯數字係通用嘅數字，咁係咪真係阿拉伯人發明嘅呢？原來阿拉伯數字係由古印度人發明㗎，只不過係由阿拉伯人將呢啲數字傳入到去歐洲。喺日常生活裏面，我哋有咁多數字，點樣將呢啲數字串連起嚟？原來我哋就仲可以再用一啲嘅數字符號，加、減、乘除等等呢啲符號，將數字連結起嚟一齊，令到我哋呢喺日常用數學或者計算數學上更加方便。如果淨係得數字，又好似呢意義不大。於是乎，我哋嘅數字連埋單位一齊咁樣去運用嘅話呢，令我哋呢更容易去明白數學。例如講緊貨幣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用元呢個單位；講溫度嘅時候，我哋又可以用攝氏度或者華氏度去表示溫度。喺速度方面，我哋亦都可以用米每秒或者公里每小時去講到一啲物體運動嘅快慢。考你啊！咁重量嘅單位又通常會係點樣寫嘅呢？冇錯啦，我哋常用嘅重量單位就係克同埋公斤。較輕嘅物件我哋會用克，較重嘅物件我哋就會用公斤。呢啲都係國際單位嚟㗎。頭先我哋所講嘅整數，你哋應該都好常用，但係原來分數都係我哋好常用㗎喎。例如一個蛋糕，我哋將佢平均分成8小份，咁每一塊嘅蛋糕我哋就稱之為1/8啦。又例如當我哋飲水嘅時候，飲咗半杯水，咁呢半杯水我哋就可以用1/2嚟表示。分數呢個課題將會係3年班同學開始學習㗎。我諗呢，低年班嘅同學一定好期待學習分數呢一個課題啦。小數都係我哋好常見嘅數，就讓我介紹一下小數分咗咩部分啦。小數分咗整數、小數點同埋小數3個部分嘅，而小數嘅類別亦都有3種。而家就讓我去介紹一下啦。
其中一種小數叫做有限小數，即是話喺小數點以後出現嘅數會係有指定數量嘅。而無限小數之中就有一種叫做循環小數，喺小數點之後嘅數字係會無窮無盡循環咁樣出現。例如呢個數0.3333，呢個3字就會係不停咁樣出現啦。另外，亦都有一種叫做無限不循環嘅小數。我哋中國有位數學家叫做祖沖之，佢發現咗圓周率派，呢個數就係一個無限而又不循環嘅小數啦。喺呢本書裏面，亦都介紹咗一啲計算工具嘅發展史。相信而家大家最常用攞嚟運用嘅計算工具就係計算機同埋電腦，但係原來喺古時嘅時候已經大家懂得去用一啲石頭啦、竹枝啦，或者係獸骨係要嚟計數嘅。跟住就發明咗算盤啦、算籌等呢啲計算工具。至於所有嘅計算工具嘅發展史啊，我就交俾你哋自己去探索一下啦。跟住我要介紹嘅呢個單元係平均數，但係不得不提嘅仲有係中位數同埋眾數。因為佢哋都係從一組數字之中揾出最有代表性嘅數，所以佢哋係好有關聯㗎。平均數喺呢度我就唔多講啦，因為喺6年班嘅課題裏面你會學到。但係我就喺呢度為大家介紹一下乜嘢叫做中位數同埋眾數啦。中位數就係一組數字之中，如果我哋將佢由小至大排列，排喺中間位置嘅呢個數就叫做中位數。就好似以下呢一組數，我哋由小至大排列，10就係放喺正中間，咁所以呢個就叫做中位數啦。而眾數又係乜嘢意思呢？眾數就係一組數之中出現次數最多嘅一個數。例如喺呢組數裏面，4出現咗3次，係出現得最多次數嘅，咁所以4就係眾數啦。我哋頭先所認識嘅都係正數。跟住有一個課題都要讓大家認識一下㗎，佢叫做負數。原來有陣時我哋行商場嘅時候，有所謂地庫嘅樓層，即係地面以下嘅樓層，我哋會用負數嚟表示。而溫度比0度仲要再低啲嘅，我哋會叫做零下幾多度，亦都係負數嘅意思。喺日常生活裏面，我哋都好常用㗎。不過呢個課題就會去到中學，你哋先至會去認識。百分數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，亦都經常出現㗎喎。譬如話，你同媽媽去購物嘅時候，有冇留意到周圍有好多折扣啊？冇錯啦，折扣其實就同百分數有關，而呢個課題你哋喺6年班嘅時候亦都會學到㗎。跟住落嚟就會講下乜嘢叫做數列啦。原來數字
之間都會可以去排隊，形成一啲有意義嘅數列㗎。不過呢個課題我就想交俾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啦。呢本書仲有好多好有趣嘅課題，例如方程啦，同埋統計啦。不如都交返俾大家自己去慢慢細閱啦。喺呢本書之中，我最感到興趣嘅呢，就係呢個課題機率，亦都係我哋常叫嘅概率。究竟呢件事有幾有可能發生呢？我哋就會用概率去表示嘅。例如，有啲事情係一定唔會發生㗎，就例如長頸鹿會唔會飛啊？梗係唔會啦，呢一件係不可能嘅事，我哋概率就為之0啦。而有啲事情係一定會發生嘅，個概率我哋就稱之為1。例如太陽每一日都係由東方升起嘅，呢件事係唔會改變㗎。至於喺擲骰仔嘅遊戲裏面，究竟出現單數或者雙數嘅機率有幾多呢？咁我哋就話呢件事將會係有一半一半嘅機會發生。喺呢本書最後嘅一頁，係比利同埋佢媽媽進入去超級市場去購物。哇！佢發現喺超級市場裏面有好多嘅事物都同數學有關嘅，例如物件嘅數量啦，一啲容器嘅容量，食物嘅重量，價錢牌，折扣，一啲食物標籤上面食物嘅成分，仲有收據上面嘅一啲數字。你不如又同爸爸媽媽一齊去超市探索一下，仲有冇其他嘅數字俾你發現得到？今日我要介紹嘅書就去到呢度啦。歡迎大家去到學校嘅圖書館借閱10分鐘愛上數學，親自去探索一下數學嘅奧秘啦。拜拜。聽完故事之後，同學就可以喺2024至2025祈禱週會國際語言日及全校之資訊嘅 Google Classroom 入邊完成今次神秘老師講故事嘅 Google Form。喺閱讀繽紛樂27頁，將 Google Form 內嘅分數記錄低，填妥27頁嘅資料之後，就可以去到圖書館揾家長義工蓋印。全年儲齊閱讀繽紛樂嘅活動印仔30個，就可以獲得優點1個。大家要踴躍去到 Google Classroom 入邊回答 Google Form， 然後完成閱讀繽紛樂27頁，就可以儲到1個印仔㗎啦。拜拜。